如果今日課堂0到10分嘅，你會俾 MC 幾多分呢？我會俾你9分。本身我自己做開 trading 嘅，咁我一直之前COVID 前啦，咁我都係做trade 嘅。咁我係一間上市公司啦，主要係有一啲直接客戶。咁後尾 COVID 咁個客嘅嘥成單嘥得好緊要咧，咁我就條 team redundant 咗咯。咁變咗我又跟住就去嘗試接觸個網站，即係接觸啲一啲即係話 online 啦，網上賣嘢咯。咁變因為本身我細佬都係做呢行，但係我喺佢嗰度咧就見到佢其實佢主要賣俾一啲大渠道咯。所謂渠道就係屈臣氏、萬寧、松本清嗰啲，但係佢自己有個網站，但係個網站好唔 reactive 咯。咁變咗咁我自己就一嚟啦，咁我收入又跌咗好多啦。咁我變咗我自己，其實我又都有做過一啲，依家都係做緊啲 trade 嘅，就係同一個美國客做一啲細嘅 online 啦，即係佢係 online 客，咁我幫佢係做貨。其實我自己又有一啲小嘅生意，但係個生意好細，咁變咗，所以我當然個收入就跌咗好多，因為我本身我自己有3個小朋友咯，所以變咗我好想去揾多啲個 opportunity，或者揾多啲去揾一個真係有一個額外嘅收入。依家其實個 trend 係 online，即係佢哋個習慣已經改咗咯。我覺得係做得到嘅生意，係唔錯噶，都係。如果今日課堂0到10分嘅，你會俾 MC 幾多分呢？我會俾你9分。